世界万项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神。今日足荣幸嘛真欢喜，会当邀请到赵兴成赵董事长来到咱现场啊。而且这个所在是以后就要来作为发声的这个基地，咱是头一摆使用，真正真欢喜啊！赵先生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是，那么一般人的印象感觉讲，赵先生应该是外省人，这个台湾话可能无一定，甚至是袂晓讲，但是事实上咱听起来知影，还佫无腔口。我结婚半就来台湾啦。啊，阮老爸迄阵是来台湾教册。教册。哦，伊伫北京嘛，北京看到迄广告，讲台湾需要迄落教迄个国语的哦，伊贵朋友讲，我那来应征去台湾佚佗者，就来了转袂去啊，下批叫阮老母讲甲阮带出来，所以我一发半就到台湾迄落伫住伫台中清水，哦，阮清水迄阵做庄脚咧，起码比台中市啊，所以我细汉就咧讲台语啊，毋过咧，我后来伫清水读到高一嘛，高一我高二就来台北读建中嘛，是，迄阵怪台北人较无讲台语，就有影。我讲台语人讲啊，你这腔歹听，莫讲啦，我都以后较无讲啊。无迄阵时的政策啊，无可能鼓励讲你来讲台语。这做无聊咧。国民党伊来台湾吼，第一做真歹代就是讲禁止日文啦。日文你袂使讲。很残酷啦。大家拢讲迄落日文啊，你讲袂使讲，你比讲智障嘛。地势才登去。对吧？当场就完全断层。对，当场就把你。因为我讲说，比方说我们伫台湾，大家都讲学台语，学英语啦。你英语若毋是你迄落或者母语吼，你学一世人，你要讲做练得，会使讲啦。不过若是讲迄落很细致，很这个叫英文或者 nuance， 就是说那种很含细致的微妙的差异哈。无度，对吧？那讲笑嘛无度，甲人要交流啊，这样无深度啦。无度。所以你讲大人讲即马你讲像说什马英九啦，像什么讲英文做好，差做多咧。你内行开的，你就知差多多。所以啊，我会使甲阿多讲英文啊。写我唔敢，我拢请阿多写，我的英文秘书吼，拢真多，因写则袂出笑话啦。较 authentic， 对，较正统。无你有啥咱看吼，迄文啊，人写会通啊，不过很多的错误在里面啦。所以我起码讲台语嘛，会通，不过呢，那会通就真好啊。对，你来讲真。重要的迄落什么字词吼，我多。但是我感觉这是一种态度，一种一般人在感觉足亲切的。哦，这头一个，第二个在意识上对到赵兴成这个人，才改观去。哦，咱一般人讲，赵先生伫大陆后做生意，吼，而且2007年迄阵时。佮看报纸讲和平统一，就是无排除要来做这个统一的这个公道。大家讲，是安怎叫石头割掉啊？还是讲你本队？迄是误会，误会。对吼，我无去大陆做生意。是。讲起来，话头长啦。对，无去做生意啦。我去大陆是讲要甲要给他们啊。灌输的观念啦，讲你们要统一吼，嘛唔是袂使啦吼，我爱经过台湾人的公投啦，
我20年后咧讲讲，你卖乱来啦，不能用武力啊，不能用文攻武吓嘛。你要统一也可以啊，你就尊重台湾的民主制度，你提出方案来，交给台湾做公民投票，国民投票过了就可以谈嘛，不过你下次再来了，隔10年8年再过来，中间莫讲无法安尼，所以我是敢讲这啦。2007年那轮不大选嘛，按谢长廷嘛，好要选，我是讲你们要考虑这个方案啦。我讲台湾没有公投独立的问题，为什么呢？你已经独立了，你去公投独立是啥意思咧？无独立的这个问题，根本无，你已经独立啦。事实上已经是。我起码75岁，我没有成年的问题啊。这个比例袂歹哦。是啊，我大概跟别人讲说我要争取成年人，他讲你是翻颠了。那台湾是独立的，台湾独立就是中共你大陆管不了你就是独立的嘛，很简单啦。所以我们是独立的，独立你为什么去办独立公投？我们抓到把柄啊！你没有独立，你老板想，你就害啊，对不？想不想呢？现在问题在哪？我们独立，很多人不敢承认嘛，心里面都承认了，嘴巴不敢承认。像日本对不对？那当然这样独立了。那可是呢，嘴巴不敢承认啊。那可是呢，你自己要去不断的讲，我是独立的，真的是不要再去讲中国。当然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中华台北，而且做委屈，很委屈了。跟中华什么关系？台湾是台湾啊，所以这是对的。咱无要讲独立的代志。你讲独立，至少麻烦啦。咱起码就是讲，你要统一我教你安怎统一，对不？很简单啦，我已经民主化了嘛。你如果是统一照民主程序来，没问题啊。我大概公投你要提条件出来啊。你像人企业嘛甲公司要去并乙公司，你嘛得提条件啊，尊重他乙公司股东去决定啊。是安尼啊，规矩嘛，是文明嘛，秩序嘛，然后你不能说我以前早期要并你就是派罗马去啊，股票讲的股票无啊，你我后来心里做不落去，那种暴乱来嘛。你看先进的国家都有并购法，就是讲你会使并购，不是乱来。所以呢，用大公司甲小公司这个比例其实这我有想过，因为请教着，尤其你来经营公司遮久一个大公司甲一个小公司，尤其这 size 差真济要合并，这个理想上，它应该要怎么样一个合并，然后可以拥有我们这个小公司的每一个人的股东的权份都可以保留，然后又可以有自主性。很简单啊，你像小公司股票1股20块，对不对？我40块给你买啊。你有什么话讲？对吧？就解决了。公司的董事长甲总经理现在啊，这可以negotiate的，可以negotiate所以可以就是商议嘛。大家也在谈。对有些都这另外的话题有些小公司，它为了大公司并购，它包一些毒药在里面，毒药就是说你要并购我有些条件你是很难接受的，就是挑地给你冲。对，有毒药在里面。台湾嘛，现在啥呢？其实你若就研究民进党的党纲伊不是反对统一。民进党党纲你去看，他是说民进党叫做台湾前途决议文啦。台湾前途决议文讲什么？讲台湾是已经独立的国家嘛，对不对？如果碰到主权要变更的时候需要经过公民投票。
我们是已经是民主独立国家了，叫什么名称不管了，你要把并吞啊，经过国民投票，那个台湾像决议文呢，民进党的呢，不是讲我死嘛，不该同意，无安尼讲，这个民进党在台湾前就是丢这个嘛，统独决定于台湾的老百姓的民意啦，不是哪个党或哪个个人啦，我就要，我就可以做主了。组长，你有研究啊真深呢，你看因那旗哈，12旗哈，十字路口，就是保留了这个可能性。对了，不过起码可能性越来越少了。你看那个台湾那个公投法哈，公投法冇讲啊，讲这个国家这个面临主权面临威胁有国体变更之余你查那个面临威胁国体变更之余，我们民主国家可能被人家那个改变嘛，就是被统一嘛，那总统的经行政院会的同意，举办公民投票，你可以去看那个公投法。那么这个是一个防御性的概念就是说，你若真正来，我就公投。不过呢，我讲那阵到时无，那就来不及啦，维护啦。那中国伞兵在台北市降落以后，我要举办公投大家都招了上来公投，伞兵讲我公投我来起一个。所以那个要写的明确了。我当时就是说，你把那个公投法那一条改，就是说，如果大陆要想提出条件，要求我们统一的话，我们就可以举办公民投票，应该这样子改。这样改就是说你平常就可以拿来用嘛，你讲到时间维护你平常就可以拿来用不要乱来，慢乱来卖气给，叫卖气大家好好讲，你条件提出来，我们老百姓公民投票。我在以前20年就跟大陆这样讲，我们不是要统一，为什么我根本就反对统一？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文明的趋势看文明1945年2战结束的时候，全世界独立的国家才60个，起码都知影偌济，195个呢，195个，还在增加啦，还在增加。就是讲，现在文明的趋势就是讲，大家都政治上各管各的啦，经济上需要合作就可以像欧盟成立了贸易组织啦，像那个北美贸易协定啦，说这些都是一个经济合作的组织，可是政治上是它走向分裂的。所以说，你今天能够独立很幸运而且是一种成就，因为很多现在要想，你看举个例子啦，英国在2战还没结束的时候，你知道英国有多大？加拿大是一个纽西兰一个澳洲一个印度一个埃及一个你看多大？起码拢独立出去有没有该去统一没有，以前美国嘛是英国的起码想讲我们把英美统一起来是蹊跷嘛。这就是大家针对着就当时对你特别有兴趣的所在，就是讲，对着独派人来讲说，这真好这徛在咱这边就好这若是外省的，要支持统一人，你这背骨背祖用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已经讲一个民族爱讲一个国家，这件代志都是胡说八道嘛。你看欧洲的主要的民族是3个啦，斯拉夫啦 ，Slavic， 拉丁啦，另外叫做日耳曼Germanians 这3个主要的民族现在分成欧洲多少国家？50个，
还在增加，所以我那个上礼拜有欧洲来的这个记者采访嘛，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像欧洲有偌济国家，你知道？伊讲46个，唔对啦，迄过时迄2年前迄个数字啦，750啊，有7个国家伫遐排队啦，哦，所以很快会增加嘛。所以这个大家拢要独立嘛，想办法统一，无做好了，这就是咱爱了解讲世界是安怎，哦，这文明是安怎迄落趋势，哦，文明趋势对。所以我即摆咧，出去演讲咯，爱甲大家讲这个或者启蒙啦，启蒙在开明的时代，哦，这重要观念就是启蒙 enlightenment 啊，这18世纪啦。以法国开始嘛，哦，而且会改变世界啊。今天世界比18世纪进步太多，全部因为启蒙的关系啊。这个我上去台大演讲，EMBA 班嘛，300个人，看，一人送一本600外块，上20万啊，哦，就买册互看。唔过即摆少年人唔知，或者会认真看。所以你做讲的吼，就真侪人会听。你替伊读册吼，伊就真欢喜。你今仔日你若唔知或者启蒙哦，讲较歹听咧，不配做现代人啦。就当吼，你甲咱讲吼，你读这本册吼，过来观察咱台湾整个国家的发展，还是台湾岛。这300-400年来这过程吼，咱是毋是行向这个开明这条路啊？你个讲真幸运，很幸运，非常幸运啊！为什么呢？你现在如果是台湾还是大陆一个省啊，比方说1950年我哈就台湾后跟我提起，你跟海南岛一样哦那你就没有跟这个美国、欧洲或者日本啊没有接触嘛，人家已经启蒙了，所以你是因为独立在中国之外，所以你跟启蒙的国家混在一起，所以就启蒙了，对吧？日本为什么当时明治维新叫脱亚入欧，就是走启蒙的路线。不跟你亚洲这些落伍的地方搞啊！那五四运动8瓦尼啊，五四运动就是启蒙啊，讲民主科学啊，完全失败啊，搞不过那些中国传统那些垃圾啊！哦，我跟老外讲说，所谓中国5000年文化，真正的这个有点价值的是说，秦始皇没有统一以前，所谓先秦啊，先秦就是说。西周嘛哈，然后这个东周、春秋战国啊，这段时间呢，是中国文明的辉煌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嘛，各国分立嘛，那一个人才可以，这国不要他那国招起啊，为现在的贡啊那个是最文明时期，等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啊。封建社会，秦始皇统一中国，用15年抬掉2/3的人口。以前人就是杀人啊，动辄屠城啊。为什么屠城？把你人都杀了，财产就是我的，人留着要吃饭麻烦了，统统杀掉，对。所以那个统一战争把汉人人口杀掉2/3，最重要的就是说。把有敢讲、敢想、敢说的，统统杀掉，所以毕恭一捐奴才了啊！所以可以说，这个中华文化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到现在2000多年，就是个奴才文化，非常愚昧的奴才文化。什么中华文化多伟大？没什么伟大，奴才文化。其实也不能说怪中国了。欧洲很多地方你看以前说欧亚大帝国，一帝国一大什么就完了。马来西亚你通敌，就是奴人变奴才，
哦，所以欧洲后来文明为什么发？因为都小国啊，哦，小国我讲个什么话，你破坏跑到别国去啊，你看启蒙的最早的时候是像这个启蒙的，当然历史也不是一下发生的啦。不过说在政治上的启蒙啊，你大家知道嘛，像启蒙三杰嘛，蒙德斯鸠卢梭、伏尔泰，对吧？那蒙德斯鸠是路易14王朝的贵族啊，做过法官呐。看过，路易14那不在。启蒙意思是说，以前的老百姓被人家奴役啊，被3种势力奴役。不敢想，不晓想。就是被什么？被国王、被贵族、被教会奴隶。教会教你迷信啊，国王就是教你做奴才。那不在。应该用新三权来代替。什么叫新三权？就是行政、立法、司法。所以伏尔泰他提供这个之后就被迫害，他跑到英国去啊，后来跑到瑞士去啊，我们刚刚到底法国啊，所以这种提供你那个以前的这个王朝封建的，他是会压制这个启蒙嘛，可是这个要慢慢争取。那以前在欧亚大地都很多大帝国啊，蒙古帝国、什么鄂图曼帝国、什么一大堆帝国，那个就很难启蒙。中国也是这样的，中国就是，你看18世纪启蒙到20世纪，我们的5四运动还是失败了。5四运动其实就讲民主跟科学嘛，被压制了，因为都是军阀头也做很粗了，所以那日本这个就从明治维新开始不敢去到，我学欧洲的嘛。学英国嘛，对，要就是你们这些漏啦，对，所以日本人你知道吗？日本人眼里面那个清朝这些都不是汉文明的传承者，他认为自己才是，对啊。所以当时你自己，尤其我看你的收藏啦，你的收藏啦，你的对着。免讲中华文化啦，还是讲汉族的这个文明的文化，其实你了解认清，你认为这两方向敢有矛盾？你真热爱着这个文明，这所展现的这个艺术啦，还是啥物？甲你认为这个国家无希望，中国这个国家应该要行这个启明的这个路上，你安怎家己这个？内心的 compromise 还是 confrontation， 讲我内面有冲突？没有，这个艺术啊，艺术跟政治，是两回事。政治人很多都是非常愚昧的，搞艺术的有些还是头壳清楚，头壳清楚了对啊，所以这个艺术啊，是讲艺术它是讲究这个美嘛。其实美的终极定义啊，叫做恰当。说什么叫美？美的终极定义叫恰当，恰当是美。我们感官上看到觉得很舒服、很恰当，就是美了。可是后来到最后追求到了意境，意境。你比方说很简单嘛，你那个你本来像人民的公仆啊，你就很朴素嘛。人民公仆啊，你他妈穿金戴银，戴一堆首饰炫富。无适当，做头牙，做很难看嘛，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这样的。你是你觉得我有钱对人家很傲慢，那就不恰当嘛，就很丑嘛。其实带有真善美，对，恰当。就真是我们讲真是什么东西啊？你真就是说你能够发现宇宙真正的秩序，宇宙中间有很多的这个。规则秩序比方说万有引力嘛，这是规则嘛，秩序。这个秩序你能追求，只要求真善是什么？善是维持遵守这个秩序。比方说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很完整、很复杂的，世界上最精密的系统就是我们人体啊，对不对？太复杂，那个人体都有秩序的那你要拿个刀一戳。
伤了就破坏秩序，血流出来了，那就要救啊，啊，那所以这个善就是尊重秩序，我太郎就尊重他秩序了。美就是表现这个秩序，反正恰当的表现啊，这是美啊。所以真善美是有关联的，都跟这个秩序有关系。咱下一段哈，再来讲台湾目前的这摆情形。那香港呢？那英国花了150年把它变成一个一个文明的一个东方之珠，这个流氓在打人，哦，这个我觉得这好像受不了，就是我说这马回来一定要叫台湾人要小心，只要有人不投降，美国就有机会再打回来。所以我说现在经常讲加建军嘛，你不敢承担1次战争，你可能要承担3次啊。香港的起码大家都在拍电玩嘛，爱多念点书啦。你不念书，真的是神仙也救不了你啊。民主社会就是让你有机会做国家的主人，让你作为问题的解答的一部分。这段我主要要来问讲其实我前几天拄到江口克彦先生，我就是松下幸之助20几年的秘书，那他就问说：“你们台湾人怎么都不紧张啊？看起来你们都没有在紧张哎，我们日本人好紧张哦，这个衍生就两个问题，两个赞处，就是讲第一，台湾人应不应该紧张？第二是安怎袂紧张？第三个才是爱如何来紧张？就是你认为的，哪拢袂紧张？那个我对算是9月跳出来国安那个保台基本上差不多有40多家外媒了来采访过很多就是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像上礼拜有个加拿大的那个从那个Montreal 来，那是法语区的嘛，一个记者来，他说我来台湾之前，他没有来过台湾了，他说我来台湾之前我的同事跟他讲那很危险的地方啊，你要去吗？伊讲来讲无代志啊，讲到对是发生啥，大家都哄啊。对，你看了就说这蛮有意思的，为什么样呢？是，人们那可能我不知道，可能大家是有点瞧不起大陆了，觉得他讲他不敢打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看就是说，你那狼来狼久了，叫狼来狼久了，大家不太甩，不太相信他真的会打，这是可能这是一个原因这个是相信对不对误判就有点危险了，会不会打那我感觉呢，我感觉他也不太敢打，因为这个其实打过来跨海过站很难。那你跨海上去之后，那个你的补给很容易被切断对吧？去马来你看像 F-35它那个飞弹900公里以外就可以发射你那个什么飞在台海，它很远就给你打掉，那打掉之后你也不知道谁打的你看那个伊朗不是发展核武吗？常常被人家那个炸掉嘛。炸掉。我想炸雪佛兰。我雪佛兰，一定是以色列或美国我没有证据对吧？所以如果说那个阿强的爬过来很可能他即使上来，可是那个海空军被美国人把他干掉之后，他没有补给，也要投降，是不容易啦，是也不用吓自己啦。不过呢，是不是那么样的放心那就所以我觉得这样，我们这个应该是军警还有我们的平常的战士的训练不应该放松了。心理上大可以说
不怕你。那所以我那个我现在也帮那黑熊学院嘛哈，黑熊学院的提供，那个教大家讲，那就尽量打起来哈。要按那动员，要按那来互相帮助。不，互相帮忙嘛。动员你知道有那种军事动员，还有那个后备动员嘛，这些都是政府做的嘛。可是民间老百姓最重要就是说，哎，你知道去哪里逃生嘛？旁边有人受伤，你怎么帮他忙？这个碰到人家散播的假消息，你怎么辨识啊？就是你可以就是刚才讲秩序嘛，你还是在战争当中，老百姓还维持一个秩序，不慌乱，这个就是力量嘛，所以我黑熊学院做的就是这个，就是让大家打起来，就说哦，有飞弹。一个飞弹，一弹飞来了啊！大家望着水，你在哪里，在什么时间，你应该做什么事情啊？这是要有训练的。因为我特别讲在首先你还未徛出来进前，我拢一直感觉讲应该是袂怕，唔敢怕啦，无迄个材料啦，咱嘛唔是讲惊讲咱也唔是讲美国人一定徛喺你后面，讲你一定会管到底，嘛唔是安尼想，就是感觉听是渺渺，听起来安尼，敢放风火台啊，放足一届你就感觉无感觉，但是就是你开始真正去做这个代志了，我才切到哦，切一种哦，人伊就安尼开始咧做啊，咱应该小闪者，咱处理防空洞各位安怎开始？对，要注意一下。你话我去餐厅食饭什么哦，我去搜一下讲，你们逃生门有没有通啦？然后有没有那种指示灯和逃生什么的温家无咧好的，你平常要注意嘛。不然呢，那个餐厅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容易着火着火你不知道哪里跑，这管用的。所以你平常就说我们平常都有那种保安的意识了，就不会惊慌，白那个冤枉受伤或怎么样，必须要做的啦。就我们就是不是敌之不来嘛，事无有以待之嘛，是不是呢？不是讲讲伊袂来啦，安尼较伤可惜啦。伊讲伊来我唔惊，安尼就好啊。但是变做咱做这个动作了后，有一群人才会讲，哎呦，你就是一直想讲要战争，咱应该讲和平，唔通讲咱要一直避战。这讲法敢对？这当然唔对啦，所以我讲个真正人享受了现代文明啦，脑袋里没有文明，就是讲啦，你讲的话还要有逻辑啊。今天的这个所谓启蒙教育什么？叫理性，不要乱说乱做，理性背后什么是逻辑啊？是科学嘛，所以讲那个都不理性，说那个老毛给他怕一定是你惹他了，你看到他就赶快跪下来，他就不会打你啦，这种逻辑是这样的，这种就是一个导航主义，就是一个流氓逻辑啦，也就是中国2000年这个奴才文化教你的东西，不要挑战这个任何威胁，赶快趴下来跪下来，奴才嘛，所以这个就是那我们台湾我们是文明的，不做奴才啊，少来这套，对不对？这是我们应该有这个，那叫你趴下跪下那些人，文上讲你们爱做奴才回中国去，干嘛台湾这里捣乱？为什么拉着我们做奴才？你要跪你就跪嘛，为什么叫我也跪呢？现在起码大陆有个他们都不晓得，你看你最近看很多这个美国或者。像是澳洲以前那个总理陆克文嘛，很轻松的，现在都改了。大家都记心急大家说根本就是那个中共养的，
啊，每天在替中国讲话。嘛改啊，改了。他说中国现在危险，都改了，所以很多的亲中学通通改了。那你台湾这些，我说你还不改，你还在那边亲中，因为他已经我以前还跟他们讲说啊，你文明一点啦，统一要经过台湾公投啦，不要乱来。我跟他讲，后来我不讲了。2019年，哦，我一看他们在那流氓啊，我说不跟他讲了。裸毛叫裸毛，你怎么可以说你跟香港人说50年不变，就变了，变了之后呢，也就算了，变到后来他送中什么意思？说你们香港司法独立嘛，哈，还讲道理，对不对？我要抓起来把他送到中国去。那到香港当然说不行啊，抗议啊，不好啊。到7月21号，他们警察叫流氓来打人呢，流氓每个拿棍子，看到你就打，管你他妈头破血流。我看过哇，那我在想头一国家什么时代了？怎么就这样子搞？我说不行，我说那不能再共产党谈了，共产党谈你不能跟疯狗谈啊！你平常你这个可以谈，疯狗了不能谈。我说那赶快回台湾啊！我说要做吹哨人。所以你是去有香港这个代志刺激，对。我说他那做代志，这起码是什么？21世纪文明的世纪啊！那香港呢？那英国花了150年把变成一个一个文明的一个东方之珠，这个流氓在打人，哦，这个我觉得这好像受不了，就是我说这马回来一定要叫台湾人要小心。所以你这一路起来，其实你心态有啥渐渐变化，不是讲开始安尼就决心是要来做这代志，这是一路看到中国。这20-30年改革开放，本对因改革开放，对啊，所以在中国变化做大嘞，你看，这是那个荷兰人呐，哦，荷兰人解放的悲剧，一下3本册嘛，哈，这本我是解放的悲剧嘛，啊，就讲大概从1945到1957嘛，57，就是悲就是无法无天，杀人如麻，看人不顺眼就杀，这种兽性狼性，就表现在这里啊，写的哦。第2本书就讲3年饥荒嘛，1958到1961，那个完全是人造饥荒啊，地方官员谎报丰收，把谷仓收去，放卫星，啊，底下各位没饭吃啦，也不发回来。饿死3000万人。后来邓小平看说，哎，这个那毛泽东死了，这样一看，中国已经完了，就是一个已经是一穷二白，什么秩序都没有了，一堆疯子。后来邓小平赶快去美国求啊，懂吗？拜托姐，那美国人讲10几亿人让你都像魔一样、疯狗一样不行啊，帮忙嘛。大概帮忙嘛，所以过去40年经济成长是大概帮他忙的呢。啊，现在习近平上来，2012年又开始吃饱了，那个疯狗又来了。所以现在美国一些学者很真心帮忙中国的，要继续这都会改口了。我们看过真济美国的汉学专家啦、中国通啦，其实也都做这些证言哈。等来到咱台湾哈，咱做迄个乌行学院、黑熊学院啊，包括咧民航，咱具体刷落来，啊，佮有啥物计划吼？包括着即个社区，因为老实讲，即摆乌行学院的即个偏济，要一个县市一个县市，还是讲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做吼，其实是会慢啦。因为你毋知当时会拍来啊，你敢有较想讲要安怎加速它的进行，或者是讲扩展，互别人来倒参这项代志？有啊，这每起码呢，那个起码你要训练哈，你现在有讲师嘛，对不？
啊，讲师要训练了，需要你要事先做一些查核啊，他还没渗透很厉害啊。对呀，我们那个训练出来的人，中间有那边在那边埋伏的，就给他破空气啊。哦，所以这样不会塞工，这个也是很麻烦。对，也不能急啊，对不？啊，那么弄了半天，我破空气啊，还冇不塞，所以也不能急。不过起码我来看哦，美国这个起码贺主是5号了，三型好个。我说你别乱来，美国啊，你一直军演啊，大陆是会怕的。所以你观察最近的这个形势，习近平伊个伫两会内面骂讲美国人你安怎的，你嘴咧讲，但是实际上后面还搁咧。他们这个中共应该啦，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头脑嘛，我们开完40年了，对。他们知道说他这个对是不对的，这方法不对。不过，那个习近平也是利用民粹啊，他知道民粹跟以前义和团一样是民粹啊，既然就是讲那台湾起码是有危机了应付过了就是个转机了，就是完全可以独立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客气，我说不改名字嘛，其实应该改名啊。你要让大陆全世界知道你是独立的，那他才有来支援你的一个理由嘛。如果你说我是中国一个省，你干涉内政不行嘛，对不对？所以你看香港，大家知道他很委屈啊，谁能帮他？不能帮他，因为他已经变成中国一部分了。台湾，你要跟大家世界讲说，我不是中国一部分，我是独立的。他打我是侵略所以每次外媒来，我都跟他讲，他打我是侵略，他讲的都是鬼话，什么台湾自古就中国领土，鬼话嘛。他讲说台湾自古就中国的领土是垃圾嘛。我说这个话，自古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叫自古？没有啊，定义啊。什么是中国？中国是什么？我们这边中华民国，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哪里冒出个中国来？鬼啊！自古就中国，两个都是乱搞。领土什么意思？你查维基百科，领土是说一个主权国家我管到的地方叫领土嘛。是。那你有没有管到台湾？没有啊，什么就变领土？这是一塌糊涂这个论述。所以这项代志应该给讲给国际上来听。大概国际上很多都很清楚，老美其实很清楚，不然。那裴洛西跑来就讲什么意思呢？说台湾不是中国领土了，这个意思啊，对不对？中国领土的话，你这样美国第3号郑志龙跑来，不跟人家在北京打个招呼，这很不礼貌嘛？不是，他根本认为就是根本不是你。那麦卡锡来台湾也说中国台湾不是中国领土，你不要胡说八道。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个中国为什么在台湾拼命发动的反美以美啊？那这是关键嘛。所以现在别讲以美啊、反美什么这些，就是中共全部在这里，每天在这里破坏你的，他知道这是关键嘛。你跟美国绑在一起，在中国根本不敢碰，碰他也会倒霉。你今天碰了，就是把台湾岛西岸给它打下来了只要有人不投降，美国就有机会再打回来。所以我说现在经常讲加建军嘛你不敢承担1次战争，你可能要承担3次啊。第1次是中国打过来，第2次美国的打回去，然后你再内战一下，千遍，这变成3次啊。所以那边这样子说，那一定要跟美国、日本好好的。做会，想尾要请教陈市长你会使讲，甚至伫台湾土生土长啦。对。你对今麦的少年人有啥物建议有的人讲男儿志在四方应该出去行看看不应该限制伫
伫台湾倒数顶头吼。那有的人就讲无哦，即马吼台湾哦要紧急，咱就要留伫台湾，爱好好拍拼。但是有真侪，咱必须要承认哦，即马真侪少年人其实对着前途吼，尤其资本主义侵华了后，即个 mobilization 变得较慢，吼，感觉我食头路薪水，台湾咱不可否认，还是真侪内部的真侪问题，经济问题变哪发展？你互少年人有啥物建议？要人生要安怎行落去？啊，对即个国家有利，啊，对家己嘛有益。少年你起码大家拢咧拍电玩嘛吼，爱多念点书啦。你不念书，真的是神仙也救不了你啊。有几本册吼，大家应该去看一下，或者生命3.0啦，这是最近出的吧，《The Life 3.0》啊，Life。他这本书你看，就是说现在人工智慧排山倒海而来，年轻人应该知道说，人的定义啊，外表上我们是没什么改变嘛，可是这里面装的东西啊，大大改变你是不是够资格成一个人啊？就是说，你比方说现在大陆很多还在什么叫嚣啊，这个战狼，他脑袋里面啊，他从今天文明人定义来讲，他不够格成为人的，他是狼，人，我们里面脑袋里面要起码你对真善美要有一个尊敬嘛，有追求嘛，因为你文明，什么叫文明？文明就是野蛮的反面嘛。野蛮嘛，动物啊，那些野蛮，它没有什么真善美啊，我把你吃掉就好了哦。是啊，对，你牵一只狗出去遛，晚上，你看了哦，这个夜色很美啊，灯光很美，它会不会有感觉？没有，它只是想要在那里撒泡尿，抢个地盘啊，对啊。所以人其实是有一直在，我就生来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就是1.0的 life。最动物是这样，那人是2.0的什么？我们脑袋可以装很多东西进来，所以我们跟那1.0不一样啊。进到3.0的时候，就是说将来慢慢的这个科学家进化啊。你脑袋里东西可以增加，你的身体可以越来越年轻，越来越防止老化，生命越来越长。其实我们现在跟2战结束的时候，人类平均的寿命就增加1倍了，所以差真这样，差说对，你在那个再增加1倍哦，可能较麻烦，较假啦，100几岁，对，所以这个还是要求知啦，求知，就是你在那个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美上面多做点东西，像个文明人啊。是，想要若要对执政党有啥物建议？你认为呢？我认为是安尼啦，起码大家在这个选举的时候啊，一般人都会想说，选出个伟大的总统，一个很清廉勤政的政党其实这个观念是威权主义的观念啊，威权主义的观念。民主政治不是这样，民主政治说，你给我一个这个很合理的一个环境让我能够做国家的主人。民主社会这样，民主社会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主人可是现在大家很少有这个意识，主人和客人什么意思呢？你讲你若讲那个少年家当厝讲，看那个家里很脏工，建议爸妈说，爸妈，我建议你把那个地扫一扫，弄清洁一点。爸妈说把你赶出去，因为什么？你是客人还是主人啊？你自己这是你家人嘛？你看到垃圾你不把它清扫你等着吗？建议这个建议那个，自己去做嘛，对，对，这个就是真正的民主国家。我们要做国家主人，我不是等别人来替我服务，我是主人了你去那个餐厅吃饭，
你客人你可以抱怨了，你主人抱怨什么？赶快改进呐、所以其实我们民主国家每个人对什么事情要自己出钱出力，唔当基台圣君啊。当然那是那你就是奴才啊，奴才才这样子啊。你讲我嘛是主人啊，我做呢啊，这个主人意识要拿出来啊。那你不是每天在？我说现在我去很多演讲，他说曹总，我给你建议，但我说停，为什么你要给我建议？你自己不会去做啊？对，我75岁了，那建议什么？盖是嘴嘛。啊，你讲我没有能力做，你没做，你就找偏大哥一起来啊。所以民主国家给你什么？给你言论跟出版的自由，然后你可以讲，问题在哪里，应该怎么解决，你可以讲嘛。讲完之后呢，你可以找大家朋友组织社团啊，集会结社的自由啊，然后你可以去示威游行啊，要这样做。现在那个酒驾啊，罚得很严厉，因为2个美国妈妈小孩被酒驾撞死了，我就要出来把法律改掉。现在全世界酒驾的处罚很严重，就是要主人啊。民主社会就是让你有机会做国家的主人啊，让你作为问题的解答的一部分。可是在专制社会，你不要做解答一部分，你自己常常变成问题的一部分。你不能够说哦，我觉得有什么问题，不可以。有什么问题我说没问题就没问题。我说没问题，你说有问题，你就是问题。哦，这独裁国家只能期待明君啊、圣君，民主国家不起来的。民主国家是说，你不要打我的蛋，我要怎么做的？我有力量的，我要为国家，我尽我的力量，这才叫民主国家的公民。所以公民不是随便当的，公民就是主人，就是不随便给他建议什么，我就是要我说能做我就做，对，扫地自己扫，你要不然跟爸妈建议哦，挂出去啊，是，是不是呢？是，讲得真好，对吗？其实哦，咱今仔日哦听就是董事长吼讲的话，我家己的感触是安尼，就是讲，咱过去的这个民主是抗争来的，吼，爱抗争有一个抵抗的对象，但是行到今嘛，民主的深化，应该爱变做家己是家己的主人，啊，而且爱家己爱提出行动，对，这才是台湾真正的未来，这才叫做民主社会的公民，主人意识，公民社会是。好，咱感谢今日做董事长来接受咱的访问，希望还佫第2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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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